加巴下立为点中6个专题，今日同大家小解，不但是历史嘅民进党史，客家立为5义经，亦是同艺人加新闻来听书打江湖强的官司，一路以来如是为弱势韩国妇人家来推荐，人家许多国会除了继续关心人权议题以外，也不时会同客家做也算代替成功，无论是同人上家们也算门子的时节，所以有机会一路为一个讲客家，希望透过公众人物的影响力，为客家文化来发声。人按多头嘅标，你也无乜嘅抽烟又帮助到同路嘅时间，你到底要接受同路乜嘅？面对客委会认真技术，关心故乡苗栗嘅发展。你想要表示讲，民进党安用嘅嚟更加注重客家人，你做得大天花本来。也系同乡亲面对面讲真实理念。这个带动发布境界客家妹，用係記得話用客話來講，佢係民進黨新科不分區立委吳義經。性侵修法，性侵修法，暫停審議。從苗栗出席嘅吳義經，本來係人權律師，未經體弱勢婦女團體推薦，然後對法律界行業立法戰，強權係法律，強權係為人民發聲。但是對佢來講，係兩界無強權兩邊嘅轉換。也從個政治的一個觀點來看法律，一定係同即個吼原來嘅歷史啊，較啲啊種嘅準守法律，啲啊法條嘅文字上吼、意義上吼，一絲一絲嘅個情況吼，有乜嘅灰色嘅個體態做得來看做得準吼，也無乜強用嘿，你做得做也吃土兒我嘅思考。實在辦職位有啲法律人嘅習慣來調整，還有進度來學。但是有一點吳義經還係當堅持，是無論以內位聽取還是個私車。那出查度方其實一做嘅自家對自家的練習，我用嚟講，查度方反正冇糖嚟到，那所以較習慣自家觀察。自家一個人頭車定嘅兩段時間，唔單止係本機來做好準備。呢個有限，還是聽廣播、聽節目，尤其追求味道嘅客家流行音樂。可能強權係苗栗人，有強勇嘅鄉土感情，未可能有掉強權嘅大兵高牆，比賽高牆寫到吳義經，而咩經聽語文，甚至有機會為體力嘅客家創作歌手來推銷。所以講，哪一向特色來推薦，第一個係先出啲特色來聽，尤其因後生人啊講，對呀客家歌嘅創強上吼，你感覺講印象上都乜嘅種三國志平板嘅地位吼，更有嗰種嘅刻板印象嘅哦，那推薦講咩啥其實做得來談看啊。除了推廣客家流行樂，吳義經無論出席乜嘅用嘅場合，仲係會同客家花布結合強健康，是連國會嘅研究室拍攝嘅壁燈。處理本地嘅鏡頭，從下時看到同鮮明嘅發布意象，外本來拜訪嘅人客，一門是感受到客家文化。特別哦，記得嗱我入辦公室嘅時間，經常我帶一隻油紙仔，油紙散米弄嘅油紙，但是因為冇辦法嚟裝飾，所以講嗱冇講佢帶過來。因為自家立法院嘅辦公室出春音樂觀念，也係講出春音樂嘅記者也一多，但是並唔係講一定人都了解客家。所以講，嗱，我透過嗱自家辦公室一隻平台，吼，幫特色人認識客家。對律師變做係公眾人物，他聽過較多機會替自家家鄉文化發聲。行到呢位是從客家帶到呢位，吳義經除了希望實時提倡自家抗疫嘅身份。另外，透過國會天堂展現出客家五線嘅全新景象。客家新聞持續為方啟祥了提升，台北報道。